暫時係7，準備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快少少嘅馬中間凌風傲雪啊，埋邊呢就勝在當下，仲風傲雪就放嘅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啊妙玲瓏啊，內欄第3勝在當下，紅眼罩第4位啊知道穩勝啦，第5位埋邊啊團結戰寧啊，黃衫紅帽中檔呢仲有交學費啦，出邊啊3強啦，後邊5匹馬有運行大浪原田信義啊，再後邊嗰對白衫本能63呢就旺旺勝叻嚟㗎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凌風傲雪就拋離咗第1個身位。 到啦，中間位置有妙玲瓏啊上咗啲，外邊追有一對啊，知道穩勝，最出仲有隻3強啊，最後100米到凌風傲雪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但係呢個時候呢，知道穩勝已經逐步蠶食上嚟，將佢過埋㗎啦。外邊位置仲有3強，接近終點，知道穩勝贏啊，跑第2名係凌風傲雪啊，3強就第3、第4名係要影相啦，有勝在當下同埋入彎都開始嗰度冇咩位嘅團結戰寧啊。 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知道穩勝都係年紀輕輕㗎嘛，有過一場谷草經驗就可以贏得啦。凌風傲雪就放咗喺前面跑翻個第2、3強第3、第4名呢，是係1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係嗰隻球王嚟嘅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都仲係呢隻呢就爆熱啊，接嚟咗個幾馬位到啦。跟住喺第2位嘅嘛，有勝在富祿啦、智旺財啦，內欄第4無極勇將，中間第5旋風傳奇啊，後多層內欄紅白衫呢，有魔法速遞等緊位，攞出去外邊有特別美麗，再揈出去嘅馬呢，仲有武林至尊啊，同埋呢隻紅黃繽紛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灰馬智旺財啊，緊隨其後嘅嘛有無極勇將啦，埋邊頭位上嚟就係魔法速遞啊，最出嗰邊有特別美麗同埋呢隻呢就係武林至尊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無極勇將，中間係智旺財，埋邊魔法速遞，大外都係呢隻武林至尊，接近終點無極勇將贏啊，跑第2名係智旺財啊，第3名埋邊呢魔法速遞，咁外邊追到好多噶啦，係嗰隻武林至尊嚟噶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無極勇將都匆匆再戰㗎，結果就力壓降班馬嘅智旺財啊，埋邊魔法速遞係第3啦，第4名外邊係武林至尊。2大熱係3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快馬加鞭啦，響佢入邊時間勁者啦，埋邊係時間寶啊紅衫嘅，外邊黃衫東方美影啊，中間仲有呢隻快馬加鞭啊，埋邊第6位到啦，就係呢隻有形勇士啊，再喺外邊位置咧就電信驕陽啦，後多層先見到焦點啊，咁啊賽後啲先見到幸運傳承啊嗰啲馬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有勁者鬥緊飛躍精英啊，響外邊快馬加鞭追，最出嗰邊仲有電信驕陽啊，偷入邊上有形勇士，馬冧中間仲有焦點啊，出邊係幸運傳承，最後100零米埋邊焦點就過晒㗎啦，外邊追上嚟啲電信驕陽，中間快馬加鞭贏馬嗰筆係焦點啊，第2就好近啦，快馬加鞭有少挨出嚟，外邊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兩隻馬要影相，第4名呢，咁啊中檔追上嚟係嗰隻幸運傳承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焦點順利喺馬群中穿插而上贏馬。 攝得好靚啊！周俊樂喺個馬林窄位嗰度穿上嚟啊！尤達榮起孖啦，焦點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中間位置超旺財埋邊建測群英都快啊，外邊有顏色低燈就上咗嚟呢個第2位啊，後邊嘅第3位埋邊呢就至高心得啊走咗上去啊，出邊有超旺財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啦，就係呢隻幸運同行啦，等入邊有呢隻活力精神啦，加州活力呢，咁啊俾人阻到咧，咁啊抽下咁樣啦，咁啊最出嗰邊仲有呢隻快樂之友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建測群英就拋離咗個零馬位嘅街燈響第2位啊。 埋邊位置仲有至高心得，原欄追咗少少，仲有幸運同行啊！最後100米都建測群英擺咗喺前面呢，就一放到底贏出呢場賽事㗎啦。第2名㗎嘛係街燈啊，第3名呢就相當接近啦，有中檔位置至高心得追上嚟嗰隻12號外邊係有色光輝，入邊淺藍衫幸運同行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建測群英都係擺咗喺前面走，順利一放到底啦。
都係跟前跑法望空咗，咁啊呢隻街燈跑咗個第二，第3名就好近嘅，中間3號至高深得，外邊有色光輝，入邊係幸運同行。好啦，落4班。係2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中間63飛龍在天啊，埋邊呢黃順利擺咗喺前面走添啊，天火同人第2位，第3位埋邊呢有枕頭之星啊，外邊第4紅眼罩信戰寶啊，第5位白衫白帽粉紅眼罩天下寵兒啊，攞出去外邊嘅馬呢，咁啊有呢隻就百里王，入邊啊品德寶寶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飛龍在天接嚟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天火同人中間響第2位啊，外邊呢天下寵兒上嗰啲呢，入邊品德寶寶追緊上嚟啊，最出仲有隻百里王接近終點，飛龍在天一放到底，捧走印度遊樂會挑戰杯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好接近噶，天火同人響中間，入邊品德寶寶上咗嚟就好有機會過佢嘅，仲有一隻出邊粉紅眼罩係天下寵兒，需要影相。好啦，贏到甩晒啊！呢隻飛龍在天自己放到頭走啊，贏甩晒翻嚟。第2名啊，肉眼睇入邊品德寶。係10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烈寶勤中間快閘嘅外邊有亮寶啊，中檔位內蘭翠湖烈風啦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星之源、建測精英啊，後邊2匹起馬同埋一隻呢就勁進奔騰嚟㗎。好，立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紅前道佔先嘅，中間烈寶勤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再喺外邊位置追有亮寶啊，出邊位置仲有添開心啊，偷入邊上嘅馬仲有翠湖烈風啊，中檔呢就過關勇士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偷出去紅前道，中間亮寶追緊佢，外邊仲有添開心。入邊加入戰團嘅翠湖烈風，接近終啲翠湖烈風贏啊！紅前到第2，第3名係中檔嘅亮寶，同埋中間添開心啊，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翠湖烈風傷愈復出啊，咁啊都係貼欄慳咗位，串入邊上贏馬，放頭嘅紅前到第2，第3亮寶，第4名添開心嘅機會啊，似乎高過後上不及嗰隻建測精英啊！好啦，臨尾就啡格得手。第2暫時係7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有啲馬都夾嚟夾去喎。卓越旋風藍衫俾人驅馬靈就第2位，第3位嘅馬埋邊有首飾悟空啦，青春力量63第4啦，內欄第5，仲有君志勝第6位就北海道啊，攞出去外邊本領非凡，後邊4隻卓越旋風醒目先驅戰寶尾以紅帽嘅包咗落尾揚威四海啊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呢隻非凡時刻啊，見到大外檔本領非凡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青春力量啦，出邊冚嘅馬呢，仲有醒目先驅，外邊中檔呢有北海道啊，最後100零米本領非凡拋離群驅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追上嚟醒目先驅啊，第3名青春力量，第4名應該係中檔一隻北海道機會較為高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係中外檔冚嗰啲馬呢，就較為有優勢喎。本領非凡入彎抄出去外邊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醒目先驅，第3名青春力量。第4名中檔呢，應該係一隻北海道機會較為高啲。周俊樂贏2場，何澤堯都贏2場啊！本領非凡後而暫時係5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紅威啊，跟住個第2位，外邊呢就日馳千里啊，內欄第3有愛心得啊，忠誠名區第4位啊，內欄第5綠色衫魅力寶區啊，再後邊嘅馬有金牌活力，內欄太子中間豐城啊，尾4超霸勝，尾3內欄囂將啊，尾粉紅衫好節拍啊，遙遙墮後團長好嚟㗎。好，立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展紅威佔先半個身位，中間嘅馬呢有愛心得追啲啦，內欄傳上嚟仲有魅力寶區啦，咁啊馬林中間太子亦都衝啊，響外邊有忠誠名區啦，出邊位置豐城啊又上翻嚟，最後100零米有愛心得就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魅力寶區似乎機會高啲，第3呢，有中檔嘅豐城同埋埋邊嗰隻太子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愛心得咁啊都係靚檔跟前，結果掟甩贏啦，魅力寶區第2。
豐城褪咗落去呢，中間又追翻上嚟跑第3、第4名埋邊出閘都慢咗嗰隻太子啊！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智勇名區中間非凡豪傑啊，外邊啊有南區之星啊，後邊嘅4匹馬一定掂，出邊我做到啊，尾依內欄粉紅衫勁好運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凡凡有餘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600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就埋邊位置阿基拉啊，外邊啊智勇名區開始上嚟挑戰㗎啦，出邊嘅第3位有暴風之子啦，內欄第4啊時時精準啦，出邊呢，仲有呢個99圍攻啊！馬林中間第6位呢，仲有非凡豪傑啊！攞出去外邊嘅馬，南區之星啦，大外檔仲有隻我做到凡凡有餘嗰啲啊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智勇名區鬥緊阿基拉啊！呢個時候暴風之子率先上嚟啊！外邊非凡豪傑都追啊！出邊仲有2隻南區之星，外邊位置就我做到啊！仲整多隻呢，咁啊凡凡有餘啊！最後100零米，非凡豪傑佔先，勁好運越逼越近，勁好運終點前。將呢隻非凡豪傑呢，咁啊似乎係超前咗㗎啦。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有暴風之子，外邊啊我做到啊！以為非凡豪傑都好有機會嘅時候，跳下跳下又換咗腳嗰隻勁好運，啱啱終點前將佢趕過。第3名埋邊暴風之子，外邊追上嚟，我做到啊！好啦，升班連捷啦。